症再着确诊者的风险，比过年前的0.15%到尾啊变严重，增加到0.8%。即马平均每载50个游客，其中有1个人染着病，互防疫客运车的驾驶拢心惊惊。没有办法确定他到底有没有确诊，他会不会阴转阳？你都要用最高规格的那种消毒方式，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。就算摕着上新的隔离衫，不过确诊数变多，司机的压力嘛对咧动。再一抓，就要彻底消毒。亲像住伫咧家人的防疫客运车司机确诊，半个月刚等去找两道，平常时啊3顿嘛拢伫咧车顶食，就算真细腻，嘛是扣倒着。快筛完，他敢跟你说，不好意思，我确诊，你要一直狂消毒，漆整个都烂掉，内门板什么都是掉漆的，都遇到说既想自己走回家，但其实都要盯住他，钱不会马上给你，真的拖大概快3个月，车贷啊缴不出来。虽然补助一工有3500块，不过阮讲讲，迄心理的压力有影真大，无外界想的这么辛苦。